亦即係人中過長，就算唇形本身幾靚，都會有顯老嘅感覺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Speak Beauty 嘅第二集，我係 Dr. Lisa。今日想同大家講講嘴唇嘅審美。喺傳統美學嚟講，上下唇嘅比例通常以黃金比例嚟作參考，大約係1:1.6。不過現代嘅審美觀出現咗好多唔同嘅風格，呢啲潮流都令到年輕人開始中意上下唇比例更加平均，大約為1:1至1:1.3之間。整體嚟講，唇形美學就冇絕對嘅標準，重點係你選擇嘅風格可唔可以同你嘅五官條件同埋整體氣質融合。跟住就講垂直方向嘅定位，由鼻底去到上唇嘅距離，大概為由下唇去到下巴嘅距離嘅一半。當呢個比例失衡，例如上唇嘅位置過低，亦即係人中過長，就算唇形本身幾靚，都會有顯老嘅感覺。至於嘴唇嘅前凸度，由鼻尖去到下巴嘅虛擬線，我哋稱之為 Ricketts E-line。Ricketts E-line 係由美國嘅 Dr. Ricketts 喺1950年代提出嘅。最初嘅標準係根據歐裔美國人嘅數據而定出嘅。喺理想情況之下，上唇大約喺線條後面嘅4mm，而下唇就後移2mm左右。咁呢一個比例就比較自然。但留意唔同種族同骨架結構都有影響。有啲面型喺嘴唇啱啱掂到呢條 Ricketts E-line，甚至少少超出呢條線嘅時候，睇起嚟反而更加協調同埋自然。性別都會影響呢一啲理想嘅比例。男性嘅嘴唇通常係 E-line 後少少，鼻唇角大概為90至95度，輪廓較為剛毅；而女性嘅嘴唇就可以比較接近或者稍為超前 E-line， 輪廓較為柔和，鼻唇角較大，大約為90至105度。最後同大家分享幾個好重要嘅微細比例。嘴唇嘅闊度通常同瞳孔中間嘅位置差唔多。飽滿嘅紅唇、較短嘅人中同埋清晰對稱嘅人中脊都係靚唇嘅特徵。而理想嘅人中長度，女士就大約為11至13mm， 男士大約就係13至15mm。而人中嘅闊度，女士平均為9.3mm， 而男士則為10.6mm。理想嚟講，人中嘅長度大概同虹膜嘅闊度差唔多，而人中最深嘅位置最理想係同下唇最突出點對齊。隨住年齡增長，人中會慢慢變長，令到笑嘅時候露出嘅牙齒亦都會減少，睇落去就會成熟啲同埋嚴肅啲。其實所有呢啲細節最終都係想達成一個平衡嘅效果。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唔同唇形嘅特點，歡迎下面留言 Map， 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審美嘅心得。